各位評判、老師，大家好。最近呢個月，全香港市民嘅目光都俾黎嘉瑩博士吸引。佢係首位進入太空嘅香港人，同埋中國首位女性載荷專家。佢成功乘搭神舟23號載人飛船進駐天宮空間站。當我哋喺屏幕前見到黎嘉瑩博士進入浩瀚嘅太空，嗰份激動同埋自豪，而家仍然仲喺我嘅空中回盪。星空浩瀚無垠，探索永無止境。黎嘉瑩博士成功升空，唔單止完成咗香港人嘅航天夢，仲令我哋深刻體會到總體國家安全觀入面各個重點領域，正係維護國家安定繁榮嘅天際防線。首先，呢次升空係一次對太空安全嘅偉大實踐。太空係人類發展嘅全新疆域，更係維護國家喺太空嘅合法權益同埋戰略安全。黎嘉瑩博士在軌操作由香港科研團隊研製嘅天運相機，正係香港研究港人操作嘅完美循環，體現咗香港喺國家科技安全嘅大局之中，貢獻住不可或缺嘅香港力量。同時，作為一名計算機法政博士，黎嘉瑩博士嘅專業背景並啟發咗我哋對網絡安全同埋數據安全嘅思考。喺現代航天入面，太空船本身係一部精密嘅超級電腦，冇網絡同埋數據嘅絕對安全，就冇飛船嘅成功發射同埋安全飛行。呢件事提醒我哋，網絡防線雖然睇唔到，但係關乎國家嘅命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黎嘉瑩博士用佢嘅奮鬥故事教導我哋，要立足香港，心繫家國，俾我哋以航天英雄為榜樣，刻苦學習，裝備自己，將個人嘅夢想融入國家發展嘅大局之中，共同守護我哋嘅家園，築起國家安全嘅長城。我嘅演講完畢，多謝各位。